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5月14日台记大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节目一开始，咱来关心总统蔡英文伫昨昏颁发勋章予副总统赖清德等13个政务官，感谢因过去8年来付出。针对5日抗新总统的就职典礼，目前南洋的罗秀燕、江启臣拢讲会去参加。也那台北市长蒋万安伊是表示会调整行程看卖。恭请总统受勋。总统蔡英文亲身颁授勋章予副总统赖清德等13个政务人员，感谢执政团队过去8年的付出。过去8年，因为有各位的携手打拼，一起让台湾跨出改革的第一里路，每一步都走得艰辛，但每一步都为我们的下一代打造了一个更好的国家。对是毋是参加5日抗前总统赖清德就职典礼，那也目前有台中市长罗秀燕、甲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表态参加。新北市长侯友宜是用市政将保险拒绝，原本无要参加的台北市长蒋万安13夜解喙，看是毋是应调整市政行程。另外，还有高雄市长陈其迈市议会排总一巡，会请议会协调，市会也做出决议，陈其迈5日抗早起应参加总统就职，下晡爱登去议会避巡。我已经请我的同仁去联系，看是否能够调整市政行程。如果可以，我就会出席我的就职典礼。因为那一天是总质询，当然是必须尊重议会的这个决定。我们也请议长能够来进行协调。另外，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已经收到5日抗的邀请批，不过议员无讲是不是要参加。我们上个礼拜5的下班的时候已经收到了，那谢谢总统府的邀请。朝野的合作不会取决于是否参加典礼，真正的关键重点是不是有诚心让台湾的政治走向良性的循环，还是要恶意的毁灭？朱立伦也放下民进党应该重新放互开，唔通向往期提高罢免，对国民党发动毁灭战法，对调解和解无帮助。记者综合报道。也那立法院昨昏是针对准总统赖清德去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进行调解协商，勉强有超出初步共识，会予民众党、民进党、国民党依照政党比例派代表发言。也那到底是会随问随应，也是问煞统一来讲，这部分拜事会搁再讨论。同意不同意？当然，这个很重要。立法院调解协商进入深水区13下晡讨论，邀请准总统赖清德国情报告，搁再引起激烈攻防。因为调解对于什么时阵邀请，形式是综合答复，还是统问统答讨论一直无共识。立委也邀请表态，希望符合宪法，和院长韩国瑜起一个化休困。你现在不要再把它勾起来，你勾起来把问题搞复杂了嘛。讲了半天，他们说讲头问头，然后他讲。车轮战发言最后才达成共识，调解初步同意总统国情报告了后，由民众党2个、民进党甲国民党各9个立委代表，每一个发言6分钟。但是其他细节爱等拜时才可讨论。未来总统至本院进行国情报告时，于总统国情报告后，由本院各党团推派代表发言。议庭内另外2案，国民党团总条鲍坤琪提出花东快环岛高铁建设特别条例草案无法度讨论，因为草案已经过1个月冷冻期，上近10时的议会表决处理。南北党团已经表明会做阵合作。超过60%的声音希望国家做的一个最基本的交通平权、生命无价，全力的来推动。台湾民众党党团所提出来的修正动议，是希望用一般的公务预算逐年的来编列，而不要用特别预算。不过，民进党团这个相关草案超过1条有违反宪法的顾虑，放掉那是南北联合硬要过关，要申请释宪。他没有交通评估，没有财务试算，居然可以用这种神速的速度
来强行碾压。所有的交通建设已经要做可行性评估，政党呢，都要了解这个民主宪政的规则。特别下任的院长陈建仁呼吁国会应该遵守民主宪政的原则来推动华东建设。另外，传出立委要促请行政院提复议案，吴思瑶讲这是行政院的权限，要尊重未来新院长的决定。记者综合报道。也若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欧洲的访问行程，这个行程已经结束。咱国安局是表示讲，习近平这抓伊去欧洲的目的，就是要破坏欧盟和欧美的团结，恐惊嘛影响到欧洲国家和咱台湾的关系。也若咱外交部是强调讲，目前欧洲各国拢正支持台湾，咱会继续深化交流。抛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时阵，满中华民国国旗伫街路抗议相片，伊是匈牙利在野党的国会议员马顿来表达对政府一直亲中的忧虑，显示挺台才是国家会选项。抗议人潮当中，也有人报上咱的国旗歌加称小型维尼服装，甲提5星旗的群众对立。Megkérdeztük a rendőrurakat, és azt mondták, hogy akik bent vannak, azok. 咱的国安局示警，习近平即摆访问法国塞尔维亚甲匈牙利三国，想要巩固伫欧洲亲中的力量，也希望分化欧盟团结甲美欧关系，研判中国未来会加大干扰欧洲各国友台活动。习近平则盼修补与欧关系，游说法国等欧洲国家应坚持战略自主，能重视在陆经贸利益以及美国大选增加美欧关系变数。外交部认为，习近平未来继续访问欧洲，或者是向欧洲元首访问中国，互两位关心台湾甲欧洲各国关系是不是可能生变？法国也一再重申，对台湾海峡的安全跟稳定是非常重要的。经贸的议题的安全的问题，他们做一个很聪明的一个区隔。我们会持续的全世界的理念相近的国家，以台湾的优势跟他们加强关系。这几年，甲咱台湾加强交流的立陶宛，多是总统大选期间争取连任的总统老塞达所提出，将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改做台北，来稳定因甲中国的关系。他的语调已经更改了，他要持续跟台湾维持文化与经济的深化。外交部指出，这应该是老塞达的选举策略，而且伫投票了后受访搁解喙，强调立陶宛甲台湾已经建立友好关系，未来继续甲台湾有更较侪合作。记者综合报道。介乡亲，咱同齐关心天气。今仔日咱继续受东北季风的影响，各地早暗天气拢感觉较凉。咱来看温度。今仔日伫北部、东北部低温大约是16度至18度，其他所在低温大约是20度至23度。也若日时日头出来，温度就会回升，各地拢是感觉较舒适的天气形态。也若北部、东半部今仔日的高温大约是24度至27度，其他所在高温有28度至31度。西半部早暗的温差会较大，雨水这部分今仔日落雨的范围会变较细，南部是有零散的短暂阵雨，东北部、东部、中南部山区是有局部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接落来大空气会落南，水汽会愈来愈少，也若明仔载会是多云到好天的天气。来关心，也若气象署是有特别提醒讲，伫即礼拜会有2波东北风到位，拜四了后，阁有另外1波东北风，也毋过即波的雨水就无遐济啊。拜三到拜五的透早，伫一寡较空旷的所在，有可能会受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低温干那15度。气象署表示，即礼拜全台湾有2波东北季风，第一波北台湾甲东半部遮风的所在，后来是互人未负反应，不过落雨的区域会道缩减。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各地的云量都是比较多，比较容易下雨哦。那到了明天一样还是类似的趋势，但是整体来说，降雨的趋势会比今天稍微再更少一些。16号礼拜四。刚才提到另外一波东北季风在增强起来，所以温度上面会略微有降低的情形。不过我们预估这一波的水汽是比较小的因为东北季风接续报道，再加上拜三变好天，气象署提醒拜三到拜五透早，伫一寡空旷的所在，有可能因为辐射冷却低温干那15度。气象署强调讲，这几天早暗温差可能有到10度遮济。在
东北部这些区域，因为比较晴朗的关系，然后再加上冷空气的影响哦，所以相对来讲温度上面来讲会比较偏凉。那我们预估可能平地普遍来讲都会大概有17到18度左右。相信在一些比较空旷的区域或者是比较近山区稍微高一点的地方，还是有可能会出现再低一点的温度。另外，气象署嘛讲，因为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沿海地区风影大，提醒民众伫海边仔活动、甲海上作业的船只要加注意安全。记者林晓凯台北报道。该乡亲同齐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根据澎湖新闻社报道，美国总统拜登上紧伫今仔，伊就正式对外公布，要对中国的电动车扣102.5%的关税，卖提关关键产品的关税提关1倍到3倍，要来保护美国劳工。来关心中国时报，台湾人口正在老化，厝嘛快速的高龄化。根据政府的统计，全台湾超过30年以上的旧厝，已经有超过483万户，其中有247万件因为伤旧，连房屋税拢免扣。来关心联合报，国家卫生研究院昨昏有公布一项进行10年的研究报告，显示空气污染甲肺癌、肺病、心脏病、中风确实拢有关系。空气不好对健康的影响真大。继续来看这份报告，这是国家卫生研究院和环境部、卫福部合作去分析数字，嘛发现讲总共会当降低 PM2.5的浓度，降到每立方公尺12.5微克。安尼对改善空气污染、减碳，也个增加民众的回收这部分，拢真有帮助。空气污染对健康潜在影响有真济。国家卫生研究院、甲环境部、卫福部健保资料库，也有内政部死亡统计资料等等本土的数据，下部会合作8年。最新的数据发现讲，台湾空气品质监测的指标，营业微粒仔 PM2.5，年平均的高度若降到每立方公尺12.5微克，会当达到改善空气污染、减碳、增加平均会数等等上大的效益。不降，那浓度很高，那你会生病，你要花很多钱，所以我们考量这个经济的成本，考量这个健康的成本的花费之后，发现那一个交叉点刚好在12.5左右。研究团队表示，若长期踮伫空气污染的环境内底，老人筋脉量会减少，嘛会较无力，体油会增加，嘛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不过，若会当甲 PM2.5的高度降到每立方公尺12.5微克，亲像肺癌、心脏病、甲中风等等的慢性疾病，10年整体的死亡率会当降7%左右。依照这个所谓国际上的空气品质标准，大概就是12，就是12，所以我们目前是修到这个12来当做这个未来加严的一个这个目标。环境部强调讲，根据台湾本土实证研究数据。今年公告修正空气品质标准的草案，甲 PM2.5年平均标准值为目前每立方公尺15微克，变较减加12微克，而且同步调降臭氧、甲二氧化氮等等其他污染物的标准，希望尽量降低对产业的影响，创造更加健康的生活环境。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花莲大地震了后，观光署即马要启动进行东部的观光措施。去花莲佚佗，对6月份开始拢会当有补助；也若去台东佚佗，是按算7月份的时开始先补助团体旅游，8月份才开始补助自由行。不过这部分是引起台东部分的业者不满，批评讲，奈安怎连补助就爱万人一脚步。控诉矿山花莲台东，拿花莲观光停止，因为花东路拢采用无条件放行，台东观光也受损长。我到6月，台东旅宿订房为3至4成，达到不到1成。观光署昨日宣布，伫花莲6月启动旅游补助了后，台东的团体旅游7月起补助，自由行补助是8月就落。就有补助加减就可以去了，1天2夜吧。对，会因为补助想去，会可能有一点还早了一点。先观望。对，先看看，不无小补啦。对，那只是说在余震不断的情况下，可能游客还是会稍微衡量一下。
观光署原本计划花东经营方案，拢伫7月初1上路。经过花莲业者反弹了后，补助时程提前，由行政院核定6月初1就启动观光经营花莲方案。另外，伫正在进行补助比例关照，提出台东方案，民众上关心的旅游补助部分。花莲补助时间是6月到9月，台东是7月到9月自由行部分。花莲为6月补助到9月，台东是8月到9月。礼拜2到拜4，答案补助1000。花莲地区礼拜2答案增加500。因为你不从6月1号开始现在目前台东的住房率非常的低，不到1成，很多的饭店都在放无薪假。那由于近来花莲每日地震频繁，那已导致于不管散客还是团体的部分，目前针对6月份的订房率，目前平均会达1成以上。台东的部分就是它有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台湾好行跟那个台湾观巴，然后第2个阶段的话是团游，第3个阶段是自由行。对于花东业者唔忙，补助会当将饼做大，带来更加侪效益。观光署回应，迄个方案拢以经营花东地区整体观光产业为目标，所以会甲地方政府合作，以系列性重点活动加强引客，甲旅游补助双方面做早日恢复产业动能。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印尼西部的西双版纳拉顶礼拜落大水，雨做大水，发生火山崩起。目前已经知影造成44个人死亡，也有15个人失踪。当地政府已经出动搜救人员，赶紧去找找失踪的民众，冒协助当地人清理家园。也那伫印尼东部的伊部火山伫昨昏喷发，火山khu是1000到5公里外。当地政府已经提悬警报的级数，嘛禁止火山附近5公里内所有活动。因为做大水，山顶的火山岩就拢崩落，面体拢被地拍，落规拢落过霉。印尼的西苏门答腊省昨一暗开始连续落几落点真久的大雨，火山火石头伫山顶冲来，各做大水，路甲厝拢看无，几落10个人不幸死亡，也有人失踪。Saat ini kita membagi 2 tim, satu tim penyisiran darat sampai radius 1 kilo sampai 2 kilo ke belakang, dan satu lagi tim di tempat posisi-posisi yang dekat bahan material ataupun pepohonan. Tempat di belakang saya kita dibantu dengan alat berat. 这边大水河是苏门答腊省2个县损害真严重，超过100栋厝害去，因为基础设施害甲真严重，民众找无清洁水通啉，所参到附近的临时避难所。Saat ini air bersih. Air bersih. Air bersih. Air bersih di sini sementara mati. Yang nyala cuma di beberapa tempat. Jadi warga 伫印尼东部的伊布火山13个喷发，不过火山火条这边是喷在云内面，高度超过山顶5公里，好工在无造成人员伤亡或者是损失。Secara visual terlihat bahwa ada lontaran material pijar yang diperkirakan masih di dalam radius 3 km dan juga memang abu saat ini sedang mengarah ke arah barat。伊布火山是印尼上活跃的火山之一，去年喷发超过21000遍，平均是一天喷58遍。印尼火山调查局发声明讲，当地火山警报的状态提升到次管等级，伫火山半径5公里内所有活动拢禁止。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辑。也那印尼的警方5月13是对外表示，因伫这个月初有伫度假胜地巴厘岛发现一个造毒的工厂，有抓到4个人，内底有3个人是乌克兰人，无就是洛西亚人。印尼是全世界上大穆斯林的国家，而且法律因是严格禁止造毒，即马才会罪嫌犯事，有可能会互判死刑。伫巴厘岛首府登巴萨，警方开记者会，甲穿感觉色犯人衫被逮捕的嫌犯抓出来。因一个是印尼籍，2个是乌克兰籍，另外一个是俄罗斯籍。Yang pertama tersangka inisial IV, ini adalah warga negara asal Ukraina. Yang kedua juga warga negara Ukraina, MV。俄罗斯这边嫌犯主要是伫咧卖毒，警方讲是这个月伫咧杜吉高级的度假区登过一间别庄时阵，伫咧地下室发现2个制毒的工厂，查到几600公斤摇头丸的原料，一个种大麻照明加灌溉设备。Clandestine Laboratorium Hydroponic Ganja dan Mepetrum Jaringan Hydra Indonesia。这边逮捕行动的线索是来自警方伫咧4个点雅加达所查到的一个甲印尼上大毒枭普拉塔马有关的制毒工厂，并且抓到一位嫌犯了，顺这条线索查来遮。
这边被抓1年级嫌犯是普拉塔麦会计，不参加过亚家大制度工厂，为了要闪避警方的追查，走到巴厘岛。伫咧伊租厝的所在被抓到时阵，还佫超出6公斤俗称冰毒的正值安非他命。印尼的法律是严格禁止毒品犯罪，这4个人若是被定罪，恐也会判死刑。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日本自卫队去年有查某队员徛出来指控讲，伊伫军中奉性骚扰，尾下这被告嘛成功互定罪。专家即嘛是认为讲，自卫队内底目前内部性别平等的课程完全是对袂着时代，对袂着阵，而且嘛拢无得改进，才会影响日本去招募女性的队员。看导演部面顶的资料，自卫队官员哪讲哪笑，阁有人目睭刻刻，等咧接受防范骚扰的教育课程。日本伫2020年捌有1名前自卫队队员有知情里内公开提告3名查甫顶士严重性骚扰，最后3个人伫2023年12月分别获判刑。对此，日本防卫省承诺会加强内部防范骚扰教育。上开讲师认为，要防范性骚扰，要解决世代观念的差别，加加強溝通訓練。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ないところにハラスメントが生まれやすいので、この世代間ギャップがあると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ができない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すると誤解をしたり、なんか何話していいのかわからない、話が合わないから、無視しているのかなとか、こういう誤解が生まれてくるんじゃないかな。日本防卫省2022年调查发现，自卫队内部发生170多件涉嫌性骚扰的案件，其中1名在Okinawa自小的女性自卫队员，捌在2013年投诉顶士，用未见效的话对伊公开性骚扰，了后在2014年的教育课程的资料内底，发现家己互当作案例，佮公开伊的名，煞保密加害者的名，互伊去甲向法院对日本政府提起诉讼。ここまで常識が外れた集団なのかなとも思いました。みんな我慢してきたんだ。私たちの時代もそうだった。私そういう人たちに言いたいんですけれども、あなた方が扱ってこなかった問題が今日こうやって私の代に来てるんだって言いたいです。私はそれを自分より下の世代には受け継ぎたくない。2023年8月，防卫省请专家调查教育课程的报告，显示内部的防範教育是真淺，嘛欠缺監督，無法度有效阻止性騷擾。そういうものでみんなはい終わりましたシャシャシャンはいさよならではなくて、具体的な事案を作ってこういった事案については何が問題なのかで、どういうふうなペナルティが課されるのか、これ訴訟になったらどうなんだっていうようなところまでやらないと、彼らも自分の問題しか考えてない。目前，日本自卫队内女兵的比例只有9%，不过美军的女兵比例已经达到17%。日本因为国际情势要大规模的扩军，也不过受到人口老化影响，必须爱增加征召女兵的人数。也不过自卫队的性骚扰问题，今年征召的女兵人数比过去减少12%。若是无法度有效阻止性骚扰，一定会阻碍招收女兵的状况。国际新闻台是唐平玉。今日国际上，抑个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法新社报讲，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自从以色列开始攻击加沙地区、加沙走廊了后，因就一直咧批评以色列的军队，冒替哈马斯讲话，讲哈马斯毋是恐怖组织，是为着生存咧抵抗的组织。埃尔多安嘛表示，目前有超过1000个哈马斯的成员伫土耳其的病院接受治疗。继续关心，根据外国媒体报道，中国和南韩的外交部长有见面，中国是要甲南韩建立更加好的关系，嘛希望南韩爱谨慎处理和台湾有关的议题。不过南韩伫会后的声明并无写到这，颠倒有写讲希望中国爱为朝鲜半岛的和平和稳定扮演建设性的角色。来关心，英国政府是对外表示，因伫昨昏有抓到3个香港秘密警察，咧替政治单位咧做事，去监控伫英国的香港民主派人士。若中国驻英国的大使馆有发出声明，谴责英国是咧编故事，是咧对中国起无空。镜头转来，咱国来关心检方最近侦办一件诈欺案的事，发现讲有16个律师，因咧替诈骗集团辩护的时，涉嫌甲真早的资料拢泄露出去。检方即马依照组织犯罪、涉密抑个洗钱这罪嫌，有起诉18人。另外，警方嘛有抓到一个假投资案的顾问公司，今仔咧卖股票骗超过3亿，有上百人受害。
互人查出高级诈骗集团的姓田律师带回调查时阵，表情正平静。北检伫侦办一件诈骗案的时阵，发现伫2023年有律师透过一间的机会，甲侦查笔录内容泄露予诈骗集团的首领，也有担任车手的辩护人。检方经过4阶追查，今仔日甲18人起诉，其中包含16个律师，分别涉犯刑法非公务员泄密罪、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指挥或参与犯罪组织等罪嫌，均依法提起公诉。郑姓被告身为职业律师，未能洁身自爱、恪遵法令及职业伦理，明知诈欺集团所为侵害民众财产权益甚巨，能与之勾结。检方建请法院对姓田的律师判重刑，应该执行9年以上的刑责。其他涉案的律师嘛，互人起诉。另外，就违反律师法、律师伦理规范的部分嘛，依附定解。另外，刑事局我查到一个诈欺集团，主嫌姓王甲姓卢的查甫人，涉嫌假投顾公司伫卖生物科技类这个公司的未上市股票。假作要上市甲行贵，警方抓到12个人，不法金流有3亿。那加以虚伪的业绩，还有隐瞒公司财务亏损的状况诱使被害民众认购，并使用人头账户供被害民众汇款。警方表示，这个集团为2020年底开始，就以卖未上市股票的名义，掌握特定人士的资料推销，假讲伫要上市也是行贵，被害人交付现金也是汇款了后，就断绝联络，估计有上100人受害。提醒民众爱提高警觉，唔通相信不明的资讯来源。记者综合报道。伫新北的新北乡好病院有一个有新的医生，伊出面指控讲，伊去互伊的主管刁难，甲伊连续摆上班上32点钟，尾仔害伊落体。病院经过调查，认定确实有影，这个主管已经互调职。病院传出这场霸凌，这项好病院也向医学部主治医师、外医师13出面指控，今年年初有薪期间，互主管违反互伊值夜班，也就是暗时10点到加工透早，佮上规工的值时班至少连续工作32点钟，佮强调暴露伫有利服务环境工作，互身心承受真大压力。已经7礼拜提职，也安尼停止心跳佮流产，最后走投无路，才向病院提出申诉。他说要我遇到 case 的时候再临时去找其他人帮忙就好，但如果到时候其他医师刚好都在忙的话，我如果找不到其他人来帮忙，难道要我放着病人不管吗？外医师表示，这主管已经不是第一摆安尼对待有新的女医师，甲即马无对伊甲其他受害者回失礼，所以进前伊向病院提出这场霸凌加性别歧视申诉函，院方伫压力之下将这主管调离现职。佮经过这场霸凌申诉调查委员会调查结果，认定这场霸凌行为成立。目前来讲的话，这个案子已经进入了尾声，那我们也已经公告了，我们让这个案子呢认为是成立的。新北市卫生局强调，已经请院方说明，若违反规定，会依请劳工局或者是社会局开发。相互病院是指出，双方对调查结果若异议，应伫20天内告提申诉，啊若无就会直接公告处罚结果。也宣导当前，这场霸凌应用阮的正确观念，避免同款代志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台南永康的大桥派出所有一个警察，咧抓一个失踪的越南移工的时，去互民众翕到讲，这人就已经抓到啊，毋过这个警方却一直咧攻占。警察局即马表示讲，会进行调查，追究责任。伫咧12下暗顿的永康分局警察骑顺道车咧追一个查甫人，追到永康河花山街迄搭，查甫人走来走去，就若像咧甲警方密相找。后来警方甲伊包围，总算抓到人。毋过后一秒，其中一个警察却直直斩即个查甫人，过程全拢互人翕落来，砍起咧网络，引发争议。当然是没有那么的好啦。系啊，伊就一直甲叫安尼伫遐一直哭啊，好，我足惊，我即个门个哭，我惊伊走，我去后毋知是外劳的。我感觉都已经掠着啊，伊个人啊散散啊尔，甲斩，因为伊是空手，伊也毋是系啊，而且个外劳。
因控分局表示，两个警察在巡逻的时阵，发现一台车的车顶无开，要甲拦查，想袂到驾驶煞吹油驶走，连续撞3个红灯，甚至拢位边仔人家厝了后，搁落车逃走。经过警方搜查，才伫因控复发三街掠到一个查甫人，发现伊是越南籍私人移工。针对追查过程，警方若像行为无妥当，因控分局已经展开行政调查。那本分局已经展开行政调查，那经查如果属实的话，会严正追究他们的责任。警方掠到私人移工，伊则违反入出国甲移民法，送去移民署台南市专勤队办理。安那执勤过程有疏失，台南警方强调会严格追究相关人员责任，继续加强警察教育训练。记者综合报道。也若伫高雄最近有袂少店头，抑个夜市的摊，拢讲因收着假钱。这假钱是做甲真粗，有的数字阁上手写的。目前已经知影，包括林海寮、高山、凤山这所在，拢有业者有收着。警方已经锁定对象，当地掠人。摕100块向光的所在就正凭这张100块出现违规图甲100的数字，倒凭这张完全拢无。搁看安全线，明显是写起的数字，这张假钱在即手法拢真粗。嫌犯刷探店头无用的时阵用，但到休困店头才发现原来是假钱。500块的假钞，因为面额太大，所以大家都比较警惕性比较高。你现在普遍店家一收到100块的都不会特别看啊。最近高雄凤山林仔寮、高山等地拢出现100块假钱，饮料店、夜市啊，有传统的市场打翻拢是受害者。店头怀疑嫌犯就是看准100块确实，毋是大家拢会注意。我把迄拢较晚年迄站啊，晚年。特别过年前迄站较有啦，公司拢这啦。本分局已锁定犯嫌，积极侦办中。警方表示，已经锁定特定对象，高雄银行提醒民众个店头，要拿紧紧分别真假钱。数字的这3个地方，它是稍微有凸起的，好，跟的钞票是有一点点的高度，你用手可以触摸得出来。再来就是在空白的区域，你向光可以看一下。这里会有透出来是一个梅花的一个印记。若是真钱，向光的所在，应发现倒边空白所在有图甲名额数字，阿拉伯数字也因为角度无共变色，摸起来假钱较光滑，油墨较光。真钱是色水较沉粉，为一个名额数字部分摸起来要凸出来感觉。因透过这方式知影，应参考中央银行官方网站，也有详细介绍。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新闻，咱来关心台南嘉里一间做建材工厂，伫昨暗9点外导火烧，因为内底放真侪塑胶原料，火一烧是袂收煞，大约有3000平方公尺，全拢烧了了，家在无人安怎。一栋铁皮厝导火，火一直冲在烧甲正美，互人看到就惊。这栋3层楼高、钢骨铁皮的建材工厂，烧甲看袂出形。伫咧台南嘉里区海顶里的这间工厂，专门伫咧做米内帮，还有康贝特帮等建材。昨暗9点外，厂区突然间导火，消防队接到报案赶来现场牵水线拍火。因不因为伫厂房内有囤真侪塑胶原料，火愈烧愈大。对天顶看落去，3000平方公尺的厂房规个拢导火。火场的温度真悬，消防人员有当时也只好先暂时撤离。因估惊讲火遮大会拖在边仔去，所以出动消防机器人透明拍火。应该是无小心发生的吼，造成即摆全面无法控制啊。即摆就偏边讲吼，到迄个做一个阻隔墙、防火墙吼，来偏边。都影响到北京啊啦！好在在现场无人掉伫咧内底，火也无搁再拖开，导火原因也搁财务的损失，也搁等待进一步的调查。消防局提醒伫咧洪尾、嘉里、七股甲安南区的民众，要注意空气品质可能会受影响，相关单位也会继续监测。记者综合报道。也伫高雄中正四路一间加油站内底，电动机车换电池的电池站嘛导火烧，加载共款无人安怎？也毋过即马就民众知影了后，就惊讲，甲即款电池站放伫加油站内底，安尼敢安全？加油站边的高高电池加换站，明显看到火冲出来。高雄中正四路一个加油站内的换电站，13早起10点外熊熊导火烧起来，消防局部赶到现场拍火，好加载无普及加油站甲边的建物。
第一批次到查现场的人员都发现，他在 GoGo 的那个充电站那边是电池是有些许的烟我们立即就拿灭火器扑灭，然后同时也布水线周界的防护。加油站伫火灾后捌封起来，到下晡差不多2点，搁再营业。GoGo 公司嘛，赶紧派人到现场维修。不过换电站导火搁设伫加油站内，也互民众烦恼周围环境的安全。应该要定期来检查，不然火灾加油站在这里很危险。因为全台湾未少中油加油站站内装设换电站，中油是讲依照用户用电设备装置规则的规定，换电站爱离加油机6公尺远，油槽是3公尺以上。中油同意设置的时阵，拢有人较快。都会把它列入应变演习的一个计划。换电这个设备旁边我们都会摆放一些灭火器，紧急的应变的一个方式我们也都会张贴在设备的附近。每一天我们的加油站都会去做一个检点，换电的营运商他们也会做一些定期的安全的一个检查。中油讲为安全措施到紧急事故应变，拢有相关的标准流程。GoGo原来有回应，换电站有24小时的系统自动侦测加即时通报系统，若是发生事故，会伫第一时间启动自我保护机制，阻断电力，并通报相关单位，确保周边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嘛是导火烧，这是伫台东绿岛的粪扫场。5月12日是导火烧烧规暝火才拍花。环保局是表示讲，应该是对回收厂遐导火的，目前已经咧监控，避免火阁倒起来。12尾仔嘛，绿岛乡粪扫堆场突然导火烧起来，因为导火点伫资源回收堆场，火势真歹控制。到暗时因为风大，烧起来面积扩大。台东县消防局绿岛分队透明灌救13日时总算控制火势。今天早上，已经没有不会有往旁边的毛泥地扩大的一些风险目前局限在回收场内。13日时，绿岛粪扫堆场清出的乌烟飘散伫绿岛温泉社区，臭味真歹闻，影响民众生活。台东县环保局表示，可能是资源回收部中有较易烧起来物品，伫处理的时突然导火，拖烧到粪扫场，导火原因要爱调查。是我们的这一个交互的垃圾其中有很多的这个有机质那经过厌氧发酵就会产生这个可燃性的气体如果这个条件适当的话就会引发这一个火灾啦。台东县消防局估算，即摆绿岛粪扫场烧的面积有0.2公顷，也毋过最近几年绿岛的粪扫场差不多逐年拢会发生火警。环保局强调，台东县离岛粪扫成分目前拢恢复正常。即摆的火警毋是粪扫，而是资源回收物，呼吁民众爱确实做资源回收分类，将会当烧的会甲袂当烧的物品分别回收，避免佫发生火警。记者综合报道。生活消息来关心，婚林伫旧年底有推出一个月199块的 T Pass， 会当坐火车、坐公车、坐客运。即马呢，对20时开始，要个扩大到会当坐到中华含嘉义，一个月是399块。文林县 T Pass 公共运输的登记票，为去年12月底上路，每个月199块，会当坐县内代替公车和公共自行车，无限制坐几届。因为民众跨区通勤中华和嘉义等需求，为5月24号将开始开卖399块的月票。如果通勤都上下班通勤的话，可能相对比较利多吧。那可能对通勤真的是会比较划得来因为我不是通勤的，对，所以可能也是会觉得有好处啦。文管府交通局表示，去年底杀出文林县的 T Pass， 会当坐县内5站的代替，各包含公车、客运总共69条路线。新的方案，各将中华嘉义境内7站的代替加入。我们在用人数县内的话，每日大概1200位左右那我们扩充员林到民雄，我们大概有4300位左右。扩充到12个站那我们可以让民众节省每个月月票，大概可以节省1000多块钱。交通局就讲，原本199块的方案，包括部分台中、中华、南投，各有嘉义县市客运系统。但通勤就对代替的需求较济，现在佫增加代替中华嘉义辖区总共7站，规体经费由中央补助4000多万，文管府自行负担400万经费。记者用报道。税厝的人真多，若是要减轻厝税负担，会当去申请租金补贴。也毋过即马嘛称在传出讲，会去互厝头家刁难，会引起纠纷。即马内政部是搁再推出税厝的法律辅助计划，会当免费提供法律的服务。
租厝拄到歹厝头家超收电费乱扣押金，这款纠纷直接发生。内政部统计，平均一年当有2400件租厝的纠纷，有进入调解诉讼的无到4成。真侪民众是因为惊麻烦、惊开钱，只好偏忘来当做家己衰。例如说是说这个东西是要我们自己修的，还是房东要修的，类似是这一类的这样子。我们的调查里面是大概有30%的租屋族曾经遇过纠纷，那他们80%以上的人都是自己上网找办法，或者是问亲友该怎么办。那有85%的租屋族最后都是用退让来解决哦。民团指出，台湾租厝族群上侪是学生或者是少年人，经济能力真有限，因此去年就开始倡议要求政府提供免费的法律辅助服务。内政部表示，今年8月份开始会提供免费的租厝法律服务。考量出纠纷的诉讼对于弱势的房客而言，那经常会因为难以负担诉讼成本而却步，所以内政部目前已经跟法律辅助基金会洽谈合作，那预计规划在今年的8月的话会开办租屋宅租赁的免费法律咨询，这个对象的话是包含到所有的租屋族。我觉得政策很好，但是在美国就已经有了，所以我觉得比较落后。至少你会觉得有这个服务，然后学生会觉得很安心。除此之外，民团嘛呼吁，刷来政府应该针对租厝市场来改革，建立透明化的空厝资讯等等，专门来保障租厝族的权益。记者王可选社几台北报道。5G 控了后，新政府就要上任。现任的教育部长潘文忠昨昏是上尾一届去立法院进行专案报告，针对桃园某一间高中学校霸凌的事件，潘文忠是表示，虽然校园辅导法已经有修订啊，也毋过针对校园霸凌，也有一寡自伤的案件也是真多。伊讲这是伊任内上大遗憾。查某学生互同学踢倒啊椅啊，甚至还加头毛。桃园某高中顶日传出霸凌事件，结果互议员压制。涉嫌霸凌的女同学也搁翻过来提告，类似的校安事件社团引起立委关注。就您看完了以后，觉得这算不算霸凌？如果从影像所看到的，当然是霸凌。校园霸凌防治准则下去以后，各校根本现在一知半解啊！我们可能更可以用这个机会去了解，那学校在执行作业程序啊，有什么地方是被误解？任内觉得很遗憾没有办法完成，但是你会愿意放在交接清单的前3名。校安、霸凌等等，学生辅导法虽然教育部已经做相关草案的整理哈，但是在大家意见的整合这方面啊，看起来还需要再做努力。任期超过7年的教育部长潘文忠，任内最后一摆到立法院做专案报告，讲到还未完成的代志，都有校园霸凌。虽然校园辅导法已经修改，也毋过也是爱搁较拍拼。也有最近几年推动国际生新型专班，由企业甲国发基金补助，要求国际生毕业爱留待2年。也毋过有立委烦恼乌港经济会搁发生。我们现在又在看到是说有这样的一个生活津贴，每个月1万，但是它要有2年，有什么样新的方式来确实督导，不要让过去的黑工乱象。你既然要招这样的学生，你一定要亲身的去做相关的招生的作业，绝对不准总假这个中介入学，一定要给当事的学生。因为产业人才需求所开设的新型专班，以 STEM 金融甲半导体相关领域优先113学年，拢总核定35校123班2301人，197间合作企业。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统计，咱台湾中高龄的劳动参与率有在食头路在上班的比例是无到4成，这个数字和美国、日本、南韩的6成、新加坡的7成比起来是差真多。为着要和国际对调阵，针对中高龄甲高龄就业促进法，即马有立委是提案要修法，建议应该互企业减税。根据劳动部的统计，民国111年中高龄以及高龄的劳工有495万多人，比10年前是来增加大约80万人。对劳动参与率来看，中高龄65.5%，高龄9.6%，拢创下有统计以来的新高，显示现代人平均活到80岁以上，65岁退休了后日子也真长。中高龄的劳工退休了后继续做工课意愿嘛愈来愈高，只要身体状况会堪治，有优先的法规，真侪人是拢袂来排斥。退休太无聊了，找些事情做，对心情也很好啊。当然会啊，因为真的是退休完全没有事做，对心理的健康，我想大概也有影响嘛。
中高龄就看情况吧。如果是有另外的立法，当然是很好啊。不过，虽然劳工有意愿，但目前台湾中高龄的劳参率却无甲4成，比美国、日本、韩国有6成，新加坡有7成，比起来是差真多。针对这个问题，有立委认为应该透过互企业减税，鼓励企业去请中高龄劳工来上班。目前行政院的版本是150，所以你说要求的100、130、150都有可能吗？那我们如果要求200可以吗？目前大院有很多委员的版本，那目前就是在党团协商这样。目前国内欠工严重，朝野立委拢认为45岁到65岁的中高龄劳工是补充劳动市场的一种选择。欠工甲高龄化是全球共同面对的问题。中高龄就业是趋势，所以目前朝野立委拢有针对中高龄甲高龄者就业促进法提出修法的版本。除了互企业减税，嘛有提案修法，要鼓励企业来建立友善中高龄的就业环境，互台湾的中高龄劳参率会当甲国际来对的调整。记者王可选、谢桂林台北报道。来关心中华职棒，伫今年总算有第6队台更雄鹰，是高雄在地棒球队。因即摆嘛规划讲，伫今年伫高雄主场的60场比赛，因拢会请主播牛公斌来用台语转播，用水开的台语讲野球。走二垒通过二垒，继续过站无停到3垒。台更雄鹰伫主场对阵未全量的比赛，现场主播牛公斌用台语转播，听起来是真心实。台更雄鹰是今年才新军的高雄球队，球队是邀请对野球真熟、主持经验丰富的牛公斌做主播，专程用台语转播比赛。牛公斌表示讲，要安怎甲华语的用词当作是台语，搁袂走精，上重要是球迷爱听有，这是伊爱一直学习的。硬要用台语讲3个起来。3个落去足啰嗦的，我就想讲，无讲山顶山脚，当然无共字啦吼。但是你若有咧看球的人，就知影讲啊，梁公斌咧讲这，梁 Sir 咧讲这，山顶山脚。要讲啊，但是安尼大家听有啊。杨公斌发现，不管是讲野球，也是看野球的，会晓讲台语的人袂少，所以伊想要试看卖用台语转播比赛。加在球队真支持，球迷嘛真认同用台语来讲野球是较亲切，而且台更雄鹰嘛是头一个用台语转播的球队。用台语来讲规场的比赛，我感觉真正无简单。啊嘛，做欢喜台港会使做这个，算是第一个。所以讲因的台语传播，我感觉足好的，因为对囡仔看球会使就是一边学习台语。用布袋戏开场，佮结合三国志的故事，台更雄鹰今年宣传影片，总教练化身诸葛孔明，带领球队代表台更雄鹰为高雄出发，要挑战另外5队。另外选秀的时阵，球队嘛优先选择有高雄背景的球员。我们有一个类似北伐的一个概念。那等于是球队就用结合三国的一个方式，因为我们的总教练外号叫诸葛红中，不过在实力接近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会倾向用高雄在地的选手。今年台更雄鹰主场的60场比赛，拢会推出台语的转播。牛公斌表示讲，开赛过外月，唔那听转播的球迷有增加，反应嘛拢袂歹。伊毋望未来继续做落去，让南部的球迷有正港，阁有在地特色的台语野球。记者钟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来看台南市文化局推动台语时光，头一届和成功大学台文系台语师资班合作，和学生加入社区去吟台语诗，毛和时代互相交流，而且佮展出这10年来因写的台语册，要来传承母语。日到暝，听你录唱讲过去。斗嘅感情咧吟诗，一句一句讲出爸仔囝之间的点点滴滴。成大台文系师资班学生轮流上台发表，大家听甲真入耳。台语诗对古典诗走向现代诗，即阵侪学生甲作品摕来社区做交流。学生讲以文会友，毋若历史经验，时代嘛阁参大家做伙探讨，甲歪出去的语音找倒转来，对因未来教学有帮助。摆嘛是要教册嘛吼，伫学校的台语教学当中，我会感觉
到讲，即摆囡仔的精神伊会较细散，咱若是透过较有强度的即种文学的作品，囡仔的精神，但是伊较有法度去感受啦。诗这物件嘛会较简单去吸引，因为较短嘛，伊嘛是会当随创作着歌，所以这对老师来讲嘛是足好的交流。会选这个社区，主要因为这个时段嘛真肯创作，下来台语文化班推设到呾11档，学员大多数是阿公阿嬷，因本正毋捌字，即阵学会晓罗马拼音，更加厉害的是因共同写诗兼谱曲，用声音记录土地水，一路行来拼写首好母语的经，拢弄出18本台语册。若无即个母语即个语言，我感觉咱无法度去找到较早的源头，而且在当内，阮有做足侪迄个十几本的册，当传承落去，就需要讲有教台语热情的人，伊会当伫想法讲啊，伫社区内、伫学校内底，做较侪人来使用伊，这是阮文化局想要杀台语文伫社区营造的意义。教授指出，诗的表现形式底兼会当唱歌，大家接受的速度嘛加较紧，因嘛有更加侪社区甲学校未来会当用文学加上音乐性来传承母语，安尼才会久长。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来看世界上高峰圣母峰，若是总共一世人有才调爬起哩一届，就已经是真熬啊！也毋过伫尼泊尔有一个54岁资深的雪巴人，伊的工课就是专门带人去爬圣母峰。但是论证甲算起来，伊爬起哩顶悬圣母峰的山顶已經29屆啊，打破世界紀錄。This is never summit made 28 summit Everest. 这是尼泊尔雪巴人卡米瑞塔 Instagram 伫2023年5月23上传的影片，毋过到第10日，瑞塔佫刷新个人纪录。迄一天早起7点25分，伊带爬山的人爬到海拔8849公尺的圣母峰，完成第29摆登顶，超过个人的纪录。伊所属的乡土公司连发2篇文章祝福，真侪山友也进入社群媒体祝福瑞塔。有人讲伊是顶顶超人，有人落回俄罗伊是圣母峰神仙。爬起圣母峰是真侪爬山冒险家一世人愿望。54岁瑞塔顶礼拜伫 IG 写：我的工作是其他人的梦想。这回水平是真正全力带爬山的人愿望的感受。伊做爬山向导雪巴人超过20年，因讲是每一年拢爬起圣母峰。伊头一摆爬起山顶是1994年。每一摆爬山进前，雪巴人拢会举行祈福仪式，祈求登顶顺利。除了圣母峰，瑞塔也成功爬起世界第2关山，伫巴基斯坦海拔8000公尺的起土。瑞塔纪录捌予另外一个雪巴人爬山打活足平。瑞塔伫去年2摆爬起上关顶了后，佫摕回上济登顶次数的补助。伊讲，伊将登顶看作是一项工作，无想过要拼纪录。今年登山季，尼泊尔当局已经发出414张爬山许可证，伊也甲以前共款继续带山友爬起梦想的上关顶。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也若这几天，因为大规模太阳风暴造成地球21年来上界严重的地质扰动。自本来去北极、南极才会当看到的极光，即马伫欧洲、美洲、日本的北海道嘛，拢会当看到。无场地去看到的人拢痛假，拢讲是不枉人生。红色红色光束伫天顶的美丽景象，互人是真懊恼。全球各地顶礼拜5开始，陆续观测到罕见的极光，为北半球的欧洲、美国、加拿大到南半球的纽西兰、澳洲、智利、阿根廷等地，有不少人拢看到壮观的灯光秀。我近台湾的日本甲中国也有部分地区会当观测到极光，有民众甚至驶就千里的路，只为了看这个美景。一直从北京开车到这里，终于追到这个极光了，有点发红色，带点粉色，互动的光束，还有在左右飘摆的，非常震撼。出现无平常的高纬度极光，甲太阳活动有关系。科学家解释，太阳表面最近发生大规模爆炸现象闪焰，喷发大电粒子，引起大约21年上大的电磁扰动。Solar storm hits the Earth, basically the Earth's outer magnetic field, and creates some consequences and interaction in terms of electric currents and magnetic field changes that accelerate the particles stored in the Earth's magnetic field.
太阳的带电粒子影响地球的空气分子的时，会产生红色青色，有时阵也阁有黄色的光，也就是极光。那太阳风暴伫顶礼拜5摆拉达到极个顶级，有计8亿较早增强了后，阁渐渐的减弱。21年前的太阳风暴，嘛干扰部分国家的电网甲通讯，也毋过专家指出，经过多年的有效追踪甲准备，有信心减少影响。If everything's going right, you won't notice a whole lot, other than the aurora. That's the gift from the sun. 到8月过到了后，也无国家甲地区传出严重灾害，只有南山的电网异常、GPS 性能下降的报告。也毋过各国相关单位有关毋敢大意，表示有关会密切监测，以求平安度过初步。公司新闻市湾连编译。天气报道在，咱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是2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30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有31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27度。外岛18度至26度。咱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祝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宣誓就职典礼，台语台全程台语转播，和大家欣赏。